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有優惠講俾大家知啊！之前咧，Chase 咧咪講緊開戶送50磅咧，喂，近排有其他銀行都加入戰團去搶錢啊！懷疑咧銀行界真係水緊啊！咁咧而家 Super 咧幾個月之前咧都仲係玩緊送10磅啦，但係而家加碼送多一倍，講緊送成20磅啦！只要你開戶之後30日之內存入200磅，就即時獎你20磅入你嘅 current account 度。咁佢有啲咩好咧？就係往來戶口有2% 利息啦，對比所有坊間銀行戶口冇息嚟講，呢個擺明係搶客啦。第二個就係交水電煤 Council Tax 咪 Direct Debit 嘅，直接俾4% 回贈你。哇！呢度講緊一年，如果高達2000磅嘅話，總共回水80磅足足。第三個仲有個高息月儲戶口，每個月可以最多放300磅，咁啊有成7.1厘嘅息口咁多啊！咁我自己用咗其實個戶口年幾即係年幾左右啦。咁我覺得幾好用嘅，有埋 FSCS 12萬磅存款保障，日常 banking 都方便嘅。但係一樣嘢要留意啊，就係佢半夜咧2-3點，如果你想過錢咧，佢係會有啲慢，先會顯示到你過錢成功嘅。呢個就係唯一一樣嘢你要留意。咁我諗其他方面咧，即係佢背景其實都幾有規模嘅，因為佢管理緊超過50億磅嘅市民存款啦，而由開波去到而家累計批出咗超過130億英鎊嘅貸款啊，都叫係幾有實力嘅。咁佢之前成功收購咗電商支付平台 Divide 啦，正式將大熱嘅先買後付，英國人好中意啊。咁呢個功能納入佢哋業務範圍啦，同出面普通 BNPL 公司唔同，佢呢隻係有銀行背景，有全面嘅 Full UK Banking License 嘅。咁佢總部喺倫敦啦，喺曼城亦都有分部嘅。時至今日，佢哋已經有超過150萬個客㗎啦。我諗都幾值得開戶啦，攞埋個獎賞，又有Direct Debit 優惠，大家記住唔好錯過。